大家好，我係所長馬高。大家鍾情童年懷舊卡通，喜愛溫暖治癒小品故事嘅朋友，今日帶大家重溫一套陪伴好幾代香港人長大、深入人心、家喻戶曉嘅日本經典動畫《一休和尚》。日本東映動畫製作長篇電視動畫，1975年10月15日首播，1982年6月完結。原版 TV 共296集，加埋2部特別篇，合計298集，播出時長長達7年。呢套流傳半世紀、重播次數無數、老少皆宜嘅不朽名作。成套作品主打日常小品、生活智慧、為人處事、善良本心。每一集獨立篇章，每一段小故事都暗藏淺顯通透嘅人生哲理。無論幾多歲數重溫，依舊能夠放鬆心境，撫平浮躁，重拾單純快樂。故事舞台設置喺日本室町幕府時代，局勢相對穩定，民間生活樸實平靜。戰亂過後嘅社會環境滋生好多民間矛盾，普通百姓面對權貴壓迫，生活困境，往往無從下手。主角一休身世暗藏悲慘過往，真身係前朝天王子，幼年被迫遠離皇宮，拋棄皇室身份，孤身進入安國寺剃度出家。小小年紀遠離親人，獨自面對清苦寺廟生活。善良天性與聰明頭腦，年紀細小常年身穿簡樸僧衣，面對各類刁鑽難題、權貴刁難，總能夠跳出固有思維。大家最熟悉嘅經典招牌動作，每當遇見難解問題，即刻閉上雙眼，手指繞頭打圈，專心靜思。短暫沉思過後，想出對策，破解眼前所有。呢個畫面深入民心，成為一代人心中最具代表性嘅動畫經典畫面。成套動畫嘅精彩看點，除開主角滿滿智慧，仲有一班性格鮮明、互動超有愛嘅核心配角。首先係安國寺德高望重嘅住持愛監大師，通曉世間道理，平日對待一休嚴忠有愛、管教有道，會糾正一休過於頑皮衝動嘅小毛病，亦會喺一休迷惘困惑、遭遇委屈、面對難關之時，傳授人生道理，全程扮演師傅同長輩雙重角色，默默守護呢位身世可憐、天資絕佳嘅小徒弟。第二位核心角色，活潑可愛、天真善良嘅小女孩小葉子，全程陪伴一休身邊，係一休最貼心、最親密嘅知心好友。性格單純可愛，心思單純，偶爾會有細小任性、少許懵懂。每當一休遇見麻煩、被人刁難、獨自煩惱之時，小葉子永遠第一時間陪伴左右。兩人純真無瑕嘅友誼，滿載童年最乾淨、最溫暖嘅美好氛圍。劇中最大趣味衝突來源就係驕傲、任性、心地唔壞嘅幕府少爺新右衛門。身為權貴子弟，自幼嬌生慣養，性格囂張高傲，喜歡逞強鬥氣。一開始極度妒忌一休嘅過人智慧，經常故意設局刁難，製造麻煩，挑戰一休思維。次次精心設計嘅難題，捉弄嘅把戲，最終都會被一休輕鬆破解。屢戰屢敗嘅新右衛門，每尷尬落敗，鬥氣十足，畫面充滿詼諧喜感。相處日久，爭鬥之中，慢慢滋生珍貴友情。新右衛門逐漸放下傲慢偏執，真心佩服一休嘅善良與智慧。關鍵時刻亦會挺身而出，幫助一休，守護身邊朋友，保護普通百姓。除開3位核心主角，劇中仲有大量形象立體嘅常規角色，為人公正、處事穩重、負責城內治安嘅官差，樸實善良、飽受生活磨練嘅街坊百姓，貪小便宜最終都會醒悟改過嘅市井小人物，貪圖名利、愛好排場、偶爾刁難平民嘅小權貴，形形色色嘅人物拼湊出真實溫暖、充滿人間煙火嘅古早社會模樣。面對得一件件看似棘手嘅問題，一休從不倚仗聰明欺負他人，從不恃才傲物，從不偏激爭鬥，永遠秉持善良本心、公正立場、溫柔態度，用通透思維化解誤會，用巧妙方法解決困境，
用包容心態撫平矛盾，教曉觀眾遇事冷靜，學會思考，懂得體諒他人。呢種溫柔正向嘅價值觀係成套動畫最寶貴、最超越時代嘅核心內涵。好多觀眾細路時代睇呢套動畫，只會沉迷輕鬆劇情、搞笑互動。長大之後重新回味，先能夠讀懂埋藏簡單劇情底下嘅深厚寓意。一休自幼失去雙親，遠離皇宮，生活清苦，小小年紀承受別人無法體會嘅孤獨與無奈，從未變得陰暗，反而比同齡孩童更加善良，更加體諒，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美好，見盡人間冷暖，看透世間紛爭，依然保持純真本心，溫柔對待世間萬物，不貪名利，不戀奢華，不爭輸贏，專心修行，認真思考，樂於助人，用自身智慧幫助身邊每一個需要幫助嘅人。劇中好多細節都暗藏溫柔教育意義，教曉大眾智慧從不用於逞威、爭奪利益，真正智慧用於化解矛盾、包容他人。世間好多爭執，好多煩惱，好多無法解開嘅僵局，往往只需要換個角度思考，放下執念，體諒對方，就能迎刃而解。同時亦傳遞簡單通透嘅人生態度，平凡日常暗藏無數學問，普通小事藏住深厚道理，樸實善良勝過一切才華。動畫大多數單集故事獨立，唔強制跟隨時間線順序觀看。中意催淚劇情就揀母子相關集數，中意搞笑鬥智就揀將軍同吉緊店老闆對峙篇章。想放鬆就揀安國子日常單集，全部劇情唔會有陰暗負面內容，老少皆宜，每一集都藏住淺白通透嘅處世道理。成套動畫前半段講述一休憑智慧化解無數難題，收尾卻捨棄所有鬥智橋段，專注描寫分離、感恩、成長，故事傳遞一層道理：腦袋靈活，只係外在長處。懂得珍惜身邊緣分，先係修行路上最寶貴嘅收穫。成套動畫日本原版作曲交由宇野誠一郎操刀。70年代尾、80年代初，麗的電視率先引進成套卡通，本地改名機靈小和尚，專門重新填寫粵語歌詞，誕生香港人獨有童年記憶嘅同名主題曲，坊間亦慣稱爸爸拜拜一休真。1982年麗的電視首播時正式啟用呢首粵語主題曲，後來電視台易名亞視多次於週末、學校假期重播動畫，呢首歌反覆登場，橫跨幾代港人童年。1987年亞視總部發生大火，早年原版配音同音樂母帶大量燒毀，後期重播版本改用重新錄製配音，主題曲旋律保留，但演繹合唱團陣容有所調整。填詞人完全貼近香港市井口語，唔生硬，翻譯日文原意，融入地道俚語，每句對應一休核心重複句巴巴閉閉，係昔日香港常用口語，專門形容人腦筋轉數快、醒目機靈，完美概括一休滿腦計仔嘅形象，聽一遍就容易記熟。另外，歷史上真實存在嘅一休忠順，其實動畫只拎走去童年短短2年安國子歲月做藍本，成年後真實一休人生、性格、行事作風同卡通形象反差極大。一休忠順生於1394年，離世於1481年，活足88歲，屬日本室町時代臨濟宗傳奇禪僧。後世將佢同空海、道鏡並稱日本3大奇僧。世時乳名千谷丸，生父係後小松天皇，生母藤原照子，出身南朝舊貴族。當時足利義滿統一南北兩朝，對南朝勢力極度防備。宮廷內有人捏造謠言，指一休母親暗藏短刀，意圖刺殺天皇。女人被逼離開皇宮，獨自養大細路。為避開幕府清算，保住王子性命，千谷丸5至6歲就送入京都安國寺出家。初期法號周見。呢段安國寺小和尚生活淨係維持2年，就係成套動畫唯一參考嘅真實片段。動畫入面講佢長年留安國寺，日日同將軍往來鬥智。
全部屬後世民間故事同動畫編劇藝術加工。千谷丸自細天資超群，12歲已經寫出成熟漢詩，15歲詩作，轟動成個京東文壇。頭腦靈活，觀察敏鋭呢一點，動畫入邊都有完整保留。 16、17歲時，佢唔滿意安國寺僧侶貪圖名利，講求虛浮禮數，毅然離開寺院，四處遊歷，尋找真正禪道，後拜入華首中潛心修行。25歲那年，佢於琵琶湖畔打坐悟道，師傅華首正式賜佢法號忠純，同時取別號一休。一休呢個名先正式出現。換言之，動畫入面細路仔時期根本唔會有人叫佢一休。後世好多民間頓智小故事，將角色聰明解難橋段全部歸到少年千谷丸身上。東映動畫就將呢堆民間傳說整合，創作出每集鬥智解難嘅劇情，跨越半世紀歲月。呢套作品反覆重播，依舊收穫超高人氣。對於鍾情懷舊動畫、喜愛溫暖日常小品、偏愛治愈、係輕鬆劇情、中意樸實人生哲理嘅朋友，歡迎持續關注頻道，後續繼續帶大家重溫更多承載滿滿時代情懷、陪伴一代人長大嘅不朽動漫經典。今集嘅解說嚟到尾聲，多謝大家收看。中意嘅朋友希望可以分享、訂閱、讚好，撳埋隔籬個啷啷，一有最新影片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